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40节到48节，耶利米书第10章17节到25节，路加福音第20章第45节到21章的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警告。对于旧约的先知书，牧师时常分享的时候提醒，那个不是上帝毁灭的最后通牒，而是一个危险的警告。即便是先知们的话语都非常的险，说话都非常的重，但根据我们了解交通号志的规定，其中就有许多是禁止或是警告的标志。例如禁止进入无论是私人土地啊，或是单行道啊，或是此路不通啊，有禁止穿越车速的限制，还有那种前有测速照相，或者是车距的这个测量摄影，或是另外一种叫做区间的平均测速等等的。无论是没有看到或是有人就是视若无睹，那一旦超越了这个界限，就会得到处罚。这就是警告或是禁止号志的一个目的。先知基本上就是扮演着以色列人的警告、禁止以及提醒的工作，为了要避免以色列人总是重蹈履辙。但是根据圣经的历史来看，真的以色列人总是这样子一再的违背上帝的旨意，一意孤行，远离上帝。一意孤行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心中没有上帝的话语作为生活的准绳，一切思维、作为、决定都以自我为中心。这样的人连上帝都不尊敬，如何能够尊敬人呢？与上帝的关系有问题，与人的关系如何能够正确呢？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人，就必要接受生命的红单。耶利米先知提到，被围困的耶路撒冷啊，人啊，你们要收拾自己的东西，上帝要把你们抛出这土地，他要把你们压得粉碎，连一个残存也没有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另外，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蒙呼召以后，他的生命就是完完全全的改变。他不再坚持以自己自以为意的方法跟事情为乐，他反而顺服了耶稣圣灵的引导，跟随圣灵继续开创新的宣教。他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犹太教法利赛派人的思维以及文化的辖制。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脱胎换骨，因为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圣灵的光照，被复活的耶稣基督所警告、提醒、禁止，他转向上帝。选民以色列呢，
则是继续挑战上帝，违背上帝。圣经说，我回答说，我们的领袖都很愚蠢，他们不寻求上主，因此他们失败，人民流亡。听吧，谣言满天飞，北方的国家有大骚动，他的军队使犹大各城镇荒凉，使也成为野狗的窝。我们知道，不寻求上帝，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。他们完全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。上帝透过先知的提醒、警告，其实是非常实际的。耶利米先知又说：“上主啊，我知道没有人能够操纵自己的命运，没有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前途。上主啊，我知道没有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命，求你从宽来管教我们，求你不要在烈怒之下消灭我们，求你把烈怒倾泻在不敬畏你的列国，在不承认你的人身上，因为他们杀害了你的子民，他们灭绝了我们，使我们的家园荒凉，将要被灭，将要流亡，将会落魄，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因此他们失去了上帝的保守，在强权的侵略之下，以色列人失去了保护，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，他们以为人手所刻的偶像能够保守他们，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先知的劝告与警告，他们不回转，就进入了苦难。耶稣基督谴责经学士，因为他们没有把提供好的正确的教导给以色列人，他们反而只注重于自己的外表还有个人的利益。耶稣基督这样说，要防备那一些经学教师，他们喜欢穿着长袍招摇过市，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，又爱会堂里的特别座位和宴会上的首座。他们侵吞了寡妇的家产，然后表演长篇的祷告。他们一定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他们带来了负面的影响，使人看不见上帝的道路。因为经学士的虚伪，耶稣基督也提到了寡妇奉献的真诚。耶稣非常称赞这位寡妇，因为呢，虽然她的奉献金额是少的，但是就她来说，却是将生命所有的金钱全部都奉献了。那些没有全心全意敬拜上主、爱上帝的心智的人士是做不到的。诗篇第106篇40节到48节，因为上主向他的子民发怒，他对他们生厌恶的心，他使他们落在异族手中，使他们受仇敌的辖制，他们被仇敌压制，
没有丝毫自由。上主多次拯救他们的子民，他们却宁愿走叛逆的路，更深地陷入了罪恶之中。可是他们一呼求，上帝就垂听，他顾念他们的苦难，为了他们的缘故，上主记起他的约，由于他的慈爱，他回心转意，他使俘虏他们的人怜悯他们。上主，我们的上帝呀，求你拯救我们，求你从各国把我们领回来，好让我们感谢你，颂赞你的圣名，要称颂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，从亘古到永远颂赞他。愿万民同声说阿们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使我们能够得到你的警告，以至于我们不会走入偏差，能够回转向上帝，走在真道上。感谢祷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